正所謂10個大哥9個坎坷，和勝和每一個坐館級人物下場都充滿咗波折同不幸。香港最大黑幫和勝和前坐館，綽號崩嘴崩，曾經因為涉嫌勒索、洗黑錢以及賄賂警務人員，喺2個星期內先後被警方同廉政公署拘捕。有江湖人士表示，做社團負責人就預咗會遭執法部門針對，但崩嘴崩被警方拘捕保釋後，又遭廉政公署控告，情況極為罕見。崩嘴崩捲入嘅賄賂警案，控罪指佢涉嫌喺2004年中至2008年3月，每月定時向一名同佢同樣姓潘嘅警長提供4000蚊，作為養兵費。一旦崩嘴崩社團業務出現問題，對方就會以警務人員身份協助解決。至於警方懷疑佢勒索荃灣區小巴司機以及洗黑錢嘅案件，要從2003年開始。據悉，崩嘴崩合夥新義安頭目，綽號叫秀珠嘅男子，經營來往荃灣至觀塘嘅小巴線，2年後因為利益問題同經營其他小巴線嘅黑幫 14K 新義安發生過節，從此引發連串車輛被毀壞、燒車以及斬人等衝突事件。警方經過長達1年幾嘅調查後，終於採取行動，拘捕崩嘴崩。當時佢同妻子同一對年幼子女以及工人喺屋企，探員喺崩嘴崩屯門區嘅住宅內查獲數萬元現金、大批金飾同手錶。其後探員將崩嘴崩帶返新界南總部扣查。崩嘴崩先啱啱卸任和勝和坐館一職，就遭2大執法部門咬住唔放。和勝和成員透露話，崩嘴崩過往一直行事低調。2007年幫會案例選舉雙坐館時，因前2位負責人均喺任期內從臥底變階下囚，一眾大佬擔心被警方列作追擊目標，拒絕上位。崩嘴崩同大華2人先可以出任坐館，並首次將任期由2年延長至3年。據悉，和勝和高層喺2009年就開始籌備2010年2月舉行嘅新一屆坐館選舉，但崩嘴崩突然提議希望開創先河，想連任做多3年負責人，隨後即刻惹嚟唔少等上位嘅幫中大佬反對。和勝和嘅人話，和勝和係全港最大規模嘅黑幫，多年嚟一直採用雙坐館制，過去從嚟冇坐館連任。一班高層擔心先例一開，容易出現單一派系獨大，更會令江湖同道誤會和勝和人才凋零。崩嘴崩嘅提議唔被接納之後，就向幫中德高望重嘅元老，綽號叫大飛嘅人求助。大飛素有幫中金牌經理人之稱，由佢提名以及支持嘅坐館候選人，歷年嚟都能當選。例如喺崩嘴崩上一屆，大飛就成功推舉大華上位。和勝和嘅人話，大飛早已決定支持旗下門生保明參選。崩嘴崩眼見無法合作，轉而力捧另一名候選人薯仔。坐館選舉如期舉行，按規定由歷任前坐館以1人1票選出。新一屆坐館共有18票，候選人有3票，分別為保明、薯仔以及商英清。3名候選人中，保明則喺幫中資歷最深。佢除咗操控旺角女人街嘅假冒名牌貨品生意外，又發展中港貿易，結識唔少大陸老闆，人脈甚廣。薯仔係和勝和另一位前坐館，上水皇帝白頭仔嘅門生。薯仔曾因販毒坐監10幾年，出獄後一直活躍新界北區，專門收購村屋地皮發展。當年裕政高鐵等連串基建項目拍板，令其投資豬籠入水，財力豐厚。商英清90年代喺荃灣經營 disco 打響名堂，佢身材高大而且打得，係幫中偶像派人物。喺2000年，佢因涉及罪案遭警方通緝，曾潛逃內地，至2008年返香港自首，被判監幾個月。出獄後致力發展骨灰龕位生意。至於和勝和新坐館一職，幫中元老經過多番商討後，決定破格創立3坐館制，俾3人都上位，共同打理社團事務。但呢個決定遭崩嘴崩極力反對，幫中並旋即掀起一場高層激鬥。更譏諷話日後可能會出現4坐館、5坐館。一名和勝和大哥輩透露話，按照慣例，新舊坐館交接初期，新坐館會被安排出席其他幫會嘅紅白議事或節慶活動，借以向江湖公告新辦事人上場，
然而呢一屆嘅情況特別古怪，薯仔同商英青聯合出席嘅場合，高票當選嘅寶明卻極少露面。反過嚟，寶明現身嘅活動就唔會見到另外2名新坐館。推舉寶明嘅其中一位資深元老國龍，為解決內部紛爭，曾拉攏幫中多名高層，一同要求同3名新坐館以及佢哋嘅幕後支持者一齊開會。意想唔到嘅係，崩嘴崩連國龍都唔放喺眼內，拒絕出席。因此事件不斷惡化，幫中開始傳出有人密謀另起爐灶嘅消息。有元老聞言後激動咁話，如果有人堅持搞分裂，要組織新社團嘅話，就係同和勝和為敵，我哋會同分裂者抗衡到底。一眾元老雖然已表明立場，崩嘴崩仍然唔妥協，3位新坐館嘅身份未能正式被認定，導致幫會嘅收入分配以及基層成員嘅士氣同樣引發問題。據悉，過往和勝和嘅雙坐館每月都會將屬於社團經營者嘅生意收益上繳，部分留作2人嘅薪酬，每人約可分得10萬蚊。因選新坐館社團高層出現混亂，3名新嘅負責人均各自為政，拒絕上繳收益。此外，有傳3人嘅門生喺當時經常發生口舌之爭，互不承認對方大佬嘅坐館身份，甚至密謀互搶地盤。呢場江湖風暴一觸即發之際，警方同廉政公署啱好同時行動，目標亦不謀而合追擊崩嘴崩。江湖人士透露，崩嘴崩早喺2004年涉嫌收買警察，亦涉及同勒索小巴司機入線費多年。唯獨2案唔遲亦唔早，啱好喺呢個時候一齊算，難免令人懷疑有和勝和中人從中作梗，借助外力清除異己。和勝和因高層內訌，百年嚴密組織隨時會一開二。例如電影《黑社會》就以此作為題材，或多或少會參照幫會成員真實活動。呢出電影分上下集，先係講黑幫大哥為爭坐館之位鬥到你死我活，敗選者就計劃另起新字頭。下集則描述任期將滿嘅坐館為爭取連任，殘害反對佢嘅元老以及同門，結果被幫中新貴殺死。雖然電影嘅其中一名顧問正係和勝和喺油尖旺區嘅負責人，綽號叫4眼處嘅男子，但有江湖人士指出，現實中黑幫嘅爭拗離唔開為名為利、打打殺殺、內訌事件同電影橋段如出一轍。你相信只係巧合咩？正所謂10個大哥9個坎坷，和勝和坐館級人物下場亦唔例外，連續3任坐館都犯官非。首先係活躍新界北，綽號叫白頭仔嘅男子，於2005年喺警方代號玻璃風行動中，被指曾向臥底探員口頭自稱係和勝和成員，被判入獄1年。佢嘅繼任者陳安眼見前人下場，在任期間極為低調，但仍然中招。2006年被臥底探員潛伏身邊，之後搜集佢嘅罪證。第2年遭起訴，以管理同藏有3合會文件，判監9個月。至於崩嘴崩，以上已經介紹過，任內步步為營。卸任後以為大步攬過，之後轉向高調，結果非但難逃警網，更遭廉政公署控告行賄警務人員。